的是啥物政府啊？毋是要骂政府，是要介绍一个新政府。政府英文叫做 government， 会简写做 G-O-V。毋过这无共哦，中文的符号毋是 O， 是0，所以伊叫做 G0V 临时政府。临时政府无部会，无实体，家己的房间就是办公室。若无薪水，阁定定有成员咧捐钱。答你嘛好啊，是啥物款的戆人会替即款政府做代志？起头是一阵工程师，因感觉政府的网站足歹用，真侪重要的事项，毋是资料无开放，就是呈现的方式歹，阁看无。所以因发挥专长，甲政府的资料用清楚、好捌、齐整的方式，伫网络公开发布，互大家拢看有。要甲大量的资料呈现出来，需要先甲转做电脑会当处理的形式。比如讲，一个乡民去监察院申请政治现金的资料，毋过拢是纸本，电脑读无，就要先甲纸本scan做图档，再甲切做细块细块。过来，就伫网络顶发声，招志愿者同齐甲图顶悬的数字拍出来，阁有趣味的设计，互人有成就感。因为完全无时间甲空间的限制，这个专案伫24点钟以内，就有9万的人参与，甲老长的数字拢全做数位资料。工程师则阁甲设计做查询的网站，互政治现金清清楚楚，真正是起盘救国。后来，就整做固定的聚会，2个月一届，叫做黑客松 （Hackathon）， 台语我甲叫做协个松。有几来个人会提案，咱若对倒一个专案有兴趣，就会当去斗相共。除了中央政府预算、立委记录这款政治监督性的以外，嘛有亲像市容地图，方便带幼婴仔出门的父母找所在的市容，也是空气污染指数、急诊病床的数量、欠费、捐费 APP 等等的生活工具。阁有甲教育部的华语、台语、客语词典合做一个大型线顶词典的网点，台语叫做发音点。哦对啦，台语嘛有伫G0V插一卡，发起一个爱台语的专案。时间无够，无爱解说啊，时到大家就会知。介绍G0V袂当无交代的，就是G0V内底拢无人。因为常常有人咧怨测，是安怎这么重要的工课无人做？嘿，诚信认你就是无人，咱拢是无人，安尼所有的代志拢无人做，问题就解决了啦。这段若是听无，会当转转去定听哦。好，大家好，应该最后迄段大家拢听有啦吼。我先简单讲我是安怎要做这个影片，因为我踮这个吹沙台语的这段时间吼，我感觉讲，当然咱较老辈人无问题，听讲拢无问题，要讲毋讲尔尔。若是较中年辈，就是讲50-60岁，有的人豆豆仔伊已经无啥会晓讲嘛，毋过听嘛是无问题吼。过来是20-30岁之前，颠倒是若无啥会晓讲，而且嘛无啥会晓听，因为基本上因自细汉到大汉无啥物接触台语的机会。颠倒是即摆的囡仔，因为伊点国小。虽然讲一礼拜干嘛40分钟，毋过加加减减啦，总是伊有一寡机会通去听到台语，所以我就一直感觉讲，20几岁、20通岁到30岁之间的人吼，因为就是讲因自细汉到大汉，因的教育，致使因无啥物机会嘛，无啥物意愿来去讲台语，所以我就一直就想要为即个年龄层的人服务。是安怎我感觉即件代志严重吼？比如讲咱简单讲，日头花运动会当甲台湾的国花变过来。毋过，参与日头花的这个少年人袂晓讲台语，安尼台语有啥物未来？吼，所以我就去，因为有一个机会去参加这个G0V临时政府这个团体，了后我就发现讲，哇，内底的这个少年人，因每一个人拢足厉害的，因拢是真正足厉害的工程师，因有真厉害的技巧。毋过咧，就是讲，若说你有理念的时阵，你就会当去遮，就是讲甲因参与。所以我嘛踮内底就是发起一个，拄我讲的这个爱台语的运动，都是希望会当发展一个符合这个
几岁的少年人，伊有机会通来摕到这个资源，嘛对台语有兴趣。好，所以这就是我翕这个影片的这个原因吼。我若是大概去参加迄个 EXO 的时阵，因拢嘛是，我拢是用台语来报告阮这个系统，就是真正用台语讲自信哦。嘛请真侪工程师来，就是讲用台语来讨论讲安怎写 code 啦，这个系统的画面安怎设计等等，效果真正是真好。大家我若讲台语，因拢是爱听吼。好，再来除了讲这个为因服务以外，其实我个人嘛踮遐学到真侪真好的观念，真好的这种想法，就是讲是这个G01这个团体所互我学到的吼。我感觉其中有2项代志想要甲大家分享。第一就是讲，因为上尾也讲到这个无人的这个精神吼，就是大家拢是无人的这个无人的精神。我感觉伊互我知影的，就是讲。你若是有啥物理想，你毋免等别人做，你嘛毋免去怨气讲是安怎无人做，就是你家己就会当先开始做，毋免讲遐济，你毋免等到任何人，你嘛毋免去甲任何人争讲你安尼想毋对，毋免，这拢毋免，你就是做就对啊。你若感觉台语重要，你就是讲就对啊，你就是写就对啊。安尼时间久来，大家对这有兴趣，认同你的理念的人，自然就会去互你请来。好，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讲，因为大家拢是无人，这是一个去中心化的概念，都是保证好一个人是特别重要的。每一个人拢有你踮这个壳仔内底会当贡献的所在，吼。所以讲，就是这2个观念嘛，是我就是这一档参与这个团体这一档以来，一直甲家己鼓励的代志。吼，最后我感觉讲，其实台语这趴火吼，因为过去真侪前辈的拍拼，我感觉一定点仔咧运足久啊。这半档一档以来吼，毋知是安怎，我感觉这趴火熊熊安尼怎啊热起来？嘿，所以我希望吼，这个热度吼，这个火，这个热会当一直热落去，互台语这趴火会当永远点仔咧烧。好，多谢大家。